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呢？最近喺香港嗰度啲吉鋪呢就越嚟越多，呢度有吉，嗰度有吉，真係吉過王老吉。尤其是喺油尖旺啊啲咁嘅寸金尺土嘅商業區啊，吉鋪啊特別多。反而嗰啲民生區呢，有部分商鋪呢就改咗嗰啲自提點啊、夾公仔機啊、彈珠機嘅鋪咁啊，就好少少。首先啊，係我哋自己嘅消費習慣呢，根本性轉變。數數手指，商品送到門口嘅網購啊，已經成為咗生活嘅常態啦。呢個對於買賣標準商品為主要嘅實體店零售店呢，帶嚟咗最直接嘅衝擊。第二，港人北上消費嘅常態化，喺週末啊去深圳飲茶啊、食飯啊、購物啊，對好多家庭嚟講啊，已經唔係新鮮嘅事啊。喺嗰邊嘅選擇多，空間大，服務嘅體驗新，而且性價比啊，實在係分流咗本地嘅一部分消費力嘅。再者呢，就係老生常談嘅，就係始終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個租金啊。市道轉弱，但係嗰個租金呢，成本依然好高企，成為經營者最重嘅一座大山。當收入無法覆蓋成本，結業就成為無奈，亦都係唯一嘅選擇。政府都要諗諗啊，睇下係咪真係要做好嗰個租金嘅管制，令到嗰啲租金成本啊低啲。第二呢，就係嗰啲過關嘅交通補貼啊，會唔會減翻啲呢？第三就係嗰啲淘寶啊、拼多多啊嗰啲網購啊，可唔可以加翻少少稅啊？等我哋成本高少少呢？咁呢個當然好多人會反對啦，但係睇下政府點樣做咯。市況裏邊，普聽晒天地號令，結義，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留誰？港人亦一樣北上，誰在篡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叫普王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，原來能做下一歲別離，誰是業主？別要到保命最高，誰旺誰不需一時半刻便執硬，明言論回今年劇情，誰狼誰亦在債務下